Yo，大家好啊！我係詞窮，我係胡迪。今日就講套上緊嘅戲啦，就叫做《苦讀筆》，苦讀筆女主角譚善言。咁佢就係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女演員獎啦，攞咗。阿譚都算係一個影后咁樣啦。咁但係都叫好不叫座啦，冇乜人睇啊，同埋評論票房麻麻地啊。係啊，票房麻麻地啦。但係我就覺得其實佢都值得更多嘅。係啊，即係本身個題材有啲講客嘅，小眾啲啦，係咯。係啦，但係都值得睇嘅。係啦，就今次傾下套戲啦，我哋一齊。好啊。咁個古仔講咩嘅胡迪？故事啦就講述新手媽媽淑貞面對住育兒嘅壓力啦、丈夫嘅漠視、與奶奶嘅摩擦以及自身家庭嘅疏離啦，咁就一直想努力盡好母親嘅責任，卻同時磨蝕自我啊，將自己逼向崩潰嘅邊緣啊！咁其實古仔其實主軸都係一個傳統家庭嘅觀念啦，同埋一個女性主義嘅一個衝擊喺度啊！導演其實陳小娟，咁佢作為一個喺單親家庭長大啦，同埋又初為人母啊，咁所以呢個新手媽媽嘅故事其實都拍得幾寫實，好沉重。佢有啲自身嘅經歷擺入去。咁有啲咩例子？可能就嗰啲母乳餵哺啊，餵人奶啦，可以咁講啦，同埋乳腺炎啊呢啲其實都好 common 會見到啦，同埋佢母嬰健康院入邊見醫生嗰啲橋段啊，嗰啲 slide 嗰啲 scale 其實都幾寫實啊，即係 feel 到好用心做好多功課啊咁樣。女主角啊譚善言佢做嘅淑貞啦，咁佢嗰個絕望咧其實係一層一層咁樣層層遞進嘅喎。咁由佢重回職場上面嗰個難題啦，堅持要想做翻自己，即係好似有用啲啦嘅人，唔知啊。係啊，保留一個自己喺度啊，即係仲想 keep 翻自己中意做中意嘅嘢啊，佢可以維生啊，揾到錢啊咁樣啦。但係面對緊嘅問題，其實都 feel 到其實係可能社會上對一啲在職媽媽依然係未係足夠嘅支援，即係可能佢要屈喺一個雜物房入邊去泵奶啊，佢公廁泵奶，係啊，好多不便咯喺入邊。咁同埋同屋企啦、老爺奶奶上面啦、生活上嘅摩擦呢啲都係其實都成日都會見到。其實好多人都應該面對緊同樣嘅問題，同埋要翻工咁，通常都會俾老人家湊咁樣，其實都一定會有啲衝突咯。係啦，咁最大單就係咩啊？另一半嘅漠視啊，佢老公啦，盧振業，佢可以講話佢做嘅所有嘢都係最佳嘅錯誤示範咯。即係佢老公其實講嗰啲説話都係好難聽嘅説話咯，係啊，即係話我幫你嘅啫咁樣，但係點解係幫咧？即係呢啲都係你嘅責任。咁其實呢啲都係一步一步將阿淑貞推向一個深淵嘅綁控咯。其實佢哋幾個層面加埋。咁俗語話啦，為母則強，做咗媽媽啦，就通常都會全心全意啊，奉獻晒俾小朋友啊。咁喺現今呢個社會啦，點樣去平衡翻母親角色，但係又可以保留翻自我喺度咧？其實就係當代女性啦，而家最設身處地面對緊嘅一個問題咯。都係套戲都係一個好主觀嘅角度去表達緊呢個母親嘅經歷，好多講作為母親嘅一種孤獨感啊，或者無力感啊，條路都係要自己一個人行，而身邊嘅人其實冇人真正理解你嘅感受。至親嘅人啊，身邊嘅人全部都講緊好多冷言冷語啊，風涼話，咁其實真係全部都變到難聽過粗口啊！但係套戲點都有啲好人嘅，咁呢套戲嘅 MVP 都係馮素波學兒啦嘅婆婆咯，係。咁其實成套戲勁多金句都俾佢講晒啦，一路安慰住淑貞啊，話做媽媽其實都係為小朋友好嘅啫，好快就捱大噶啦，咁樣都俾到好多心靈雞湯佢咯，同時都喺呢套戲咁壓抑嘅環境都俾到一個即係唞氣位觀眾，難得嘅綠洲啊！咁但係佢嘅離開咧，可以話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啦，即係令到成件事冇一個抒發點喺度，所以就處處逼人咯。咁另外呢套戲其實我覺得出色嘅位就係一啲音效嘅處理啦，其中一啲配樂啦，其實都幾出色嘅，成套戲都彌漫住一啲輕輕嘅鋼琴聲啊，好似一啲搖籃曲嘅感覺啦，可能表達緊一種對新生命嘅期盼啊，一種純潔嘅感覺啦。但係另外咧，背底咧就會混有一啲比較陰沉嘅管弦樂啊，咁就好似有啲醞釀緊一啲內心嘅情感啊，絕望嘅情緒同埋嗰種抑壓咯，好似心情嘅轉換咁樣咯。係啊，呢個音效嘅處理啦，好沉浸式咁反映緊主角內心嘅感受啦。
around you 係啦，咁當然最重點嘅音效就係呢個 BB 嘅喊聲，係難頂嘅，但係可能都係導演想拍到出嚟嘅效果啦。有一場戲都幾深刻嘅，就係譚善言啦喺個廁所度發吽哣，跟住突然間個 BB 又喊咁樣，勁抑壓咯，個人勁辛苦咁樣。同埋另外佢奶泵機嗰啲聲啦，即係 keep 住啲機器聲啦，都充斥住套戲啊，沉浸式嘅處理嘅。咁另外個戲名啦，苦毒不就係一個歇後語啦，苦毒不吃兒啊，但係就冇咗吃兒嗰 part。老虎兇猛極，其實佢都唔會傷害自己嘅親生骨肉啦，就帶出一種留白或者一個疑問啦，好有心思。咁同埋佢最後結局啦，暗示緊一個bad ending 咁樣啦，好似係咪代表可能係主角走向一個極端啊，走向一個絕路啊咁樣咧？即係其實佢都好隱晦咁樣去表現咗出嚟，即係個 worst case 係會點？本身咧，我以為個結尾咧會唔會係譚善言佢慢慢釋懷啊，放低可能有啲作為新手媽媽嘅堅持，跟住越嚟越好啊，即係由個深淵度行翻出嚟。即係我本身以為係咁嘅，但係佢可能結局就畫風一轉，埋咗尾啦咁樣啦，係有啲可能覺得好極端嘅，即係即係。成套戲個處理啊，個結局啊，都係一個好劍走偏鋒咁樣啦，好警世啦，但係都係有啲無可奈何咯，即係我自己感覺上係啦。咁就好似《年少日記》咁樣類似呢啲啦，都係多一個警惕世人啊咁樣嘅 message 喺度咯，存在住。所以就有啲難食得落嘅呢套戲個難啃嘅，即係睇一次就夠咯，真係。係啊。講翻其實成套戲去令人討論得最多嘅位，其實就係佢個反應兩極啦，同埋題材相對上比較小眾啊，比較趕客啲啦。係啊，其實我本身係如果唔係講呢套戲，我係唔會去睇嘅，唔會特登睇嘅。都係明白嘅。咁有啲評論咧就可能就覺得話過分醜化咗母親生兒育女嘅過程啦，極少或者差唔多完全冇一啲正面嘅元素，只不過係將啲新手媽媽可能面對嘅問題咧，即係塞晒埋一齊，令到個主角咧同個觀眾有啲抽離嘅感覺，即係唔會體會到佢點解要 make 呢啲 decision，即係點解一定要餵人奶咧？其實，所以我覺得呢套戲過度渲染緊一種負面嘅情緒嘅。我覺得套戲個問題係咩咧？就係佢攞咗一啲好寫實嘅例子，其實全部都係一啲有共鳴嘅東西嚟嘅，可能攞晒啲最 extreme 嘅例子擺晒落套戲度，呢種負面情緒就用力過度啊，過咗火。正正就係呢種極端啊，好負面啊，好似壓力煲咁煲住啦，咁就令到觀眾咧喺呢2個鐘頭嘅觀影咧，覺得無處可逃啦，啲 BB 聲好難受啦，令到可能呢個位正正就係導演佢想呈現嘅一個處境啦。因為觀眾佢只不過係睇2個鐘啦，但係現實上嘅母親可能就係一個無盡頭咯，即係點又要幾耐先可以捱大個細路啊咁樣，重新翻啦個主旨咯，就變就係嗰句金句咁樣啦。母親係冇 day off啦，冇得辭職啊咁樣啦。講一個結局，如果係一個咁嘅 bad ending，係咪唯一嘅出路？只能夠寫死佢咁樣咯，好似呢個位係我自己唔係十分喜歡嘅位置咯，唔需要做到咁極端都可以 prove 到你個主旨嘅。所以佢最後呢套戲其實佢自己係攞咗演員嘅一啲獎項咯，即係套戲本身冇乜特別嘅獎項喺度。係咁，但係今年金像獎都係比較激烈啲嘅。是一句到尾啦，我哋一句到尾啦。好，咁我一句到尾咧就係片尾啦，佢係題字啦，致所有選擇成為或不成為母親的女人啦。個意思就係每一個母親生之前啦，選擇成為母親之前咧，都要知道係有機會會面對呢啲情況嘅，即係好似打個底俾佢咁樣。另一個方面啦，就係選擇唔成為母親嘅女人咧，亦都可以睇呢套戲啦，因為自己嘅媽媽都可能經歷住咁多難題啊，咁多辛苦嘅嘢先可以捱大你啊咁樣咯。即係反而調翻轉係大家都要睇咯，套戲係。哇！咁就英文片名啦，《Montage of a Modern Motherhood》都道盡咗電影嘅野心啦，可以想以小見大咁樣去映照翻呢個時代母親面對緊嘅問題嘅眾生相咁樣。好，咁我嘅一句到尾就係，我就想戴翻個頭盔。其實我哋2個麻甩佬又知啲咩咧？真入場支持啦，大家有咩戲想我哋下次講就喺下邊留言啦。我係胡迪，我係詞窮，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